后来乡亲，咱就线来看这位白牌车的客运车司机，伊生前去过所在有335个人，必须都爱自主健康管理。上新的消息是，这个司机载过乘客，其中有9个，也阁有车行一个同事已经来出现着症状。卫生局是马上采检送验。好你加在，这个车行同事的检体是阴性的反应。 无去感染到，这车行嘛暂时来松一口气。国内出现第一件武汉肺炎死亡个案，而且佫是载客到处走的白巴司机，即马佫传出伊载过乘客甲同事有10个人出现症状。伊就惊知影，爱就会惊。走后壁扫。哎！你就业你知影，你袂惊；你唔知影，哎呦，我真来外走，啊，也唔通去，也唔通去。 司机被推估是1月25发病，对即天开始就有传染性。伊1月2日到1月28拢伫车行提名载客，期间有载过117个人。结果即马有1名车行的同事甲9名人客拢出现症状，卫生单位马上安排因就医，而且采样送检。那结果阴性，我们就可以解除他的自主健康管理。可是我们会在中央协助把他的就医资料会再做一次清查。 好佳在同事只是一般感冒，车行嘛暂时松一口气，但是面对全台首例死亡个案，防疫人员唔敢大意，一个2000科技的传播网络，希望防止疫情，避免往社区扩散。